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姊妹，大家好，我是英记，你们应该会记得我的名字，你哋应该会记得我个名诶。嘿，也哈嘿安布亚嘅7点诶，现在是晚上要7点的时间。我也哈伫我哋客家方言嘅外背，因为我头下早下课。上课上到6点过后有一个线上的课程，我就顺势伫我的方言伫度去上课咧，因为我无时间转到我的宿舍。也我就来讲一下下课过后我都要做到的物件。今日也我是爱去沙屯。我要去上个沙屯嘅课程，嘿，故说，就等下过去，嘿，也是9点20分，我头下早伫我哋沙屯嘅片下课，头下你好搞，发生了一系列事情，就是学校发生了火灾，对，就有很多台消防车，有进来我们学校，然后还有救护车，对，也还硬唔伫，到底系用的咧，系就，等国家建议可能好搞就会同人讲，今天可能咩唔会同人讲啊，反正就会按用。也哈我爱来去空琴沙嘅片，练一下空琴来，平复一下刚刚看到火场的那个惊吓，对，就是这样咯。也哈多咧，你好搞空琴沙嘅射窝，对，然后射窝里面就有一台这样子的钢琴。其实还有我哋韩国有其他的空琴歌，因为一下地方都有其他人自己用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入去日本大家看，大家就用看哪就好咧。我练听我空琴做到宿舍咧，天使是有这个人好。也就是我下课过后嘅时间，要做到嘅物嘅，今日嘅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大家可以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。两张礼拜过后，我记得来哦，阿姊妹张了了。